天人共創，耶！嚟第一個地方就係潤滿園，去食個 lunch 先。呢度啦，一團好多人啊！咁啊，都有好豐富嘅嘢食，可以望下。哇！Henry 撈起啦 ！Henry 撈得起。酒店咧就其實都幾舊下嘅，我入到嚟咧都好大嘅，好大嘅。啊，咁啊仲有露台嘅，哇，好靚。係啦，入到嚟呢度咧就係全新嘅天地啦。係啊，好大好大好大，係咪可以直接跳落去游水咧？就係咁啦。哇！呢個就係十里銀灘啦。咁樣啦，第一次嚟國內展，咁就一個好特色嘅畫展，願神大大使用祝福整個畫展好靚。你好。講翻兩句啦。第一次嚟十里銀灘，第一次參加呢個天人共創嘅開幕禮，預祝成功。我哋影相。嚟。好，結句。呢個喺十里銀灘嘅展覽啦，今日開幕禮，咁咧希望多啲人嚟睇啦。好開心嚟到呢度有個展覽，希望成個展覽都可以成功嘅。畫呢啲咧就係傳統嘅山水，呢啲就青綠，呢啲咧就呢兩張咧就係類似係寫明清嘅，係啦，明清嘅山水。咁兩張青綠，後邊呢張咧就係功筆牡丹花卉。係啦，呢都係傳統嘅，一世人都畫傳統，基本上就係新嘢，咁啊基本上舊嘢冇新嘢。呢個係我海底花園嘅其中5幅嘅畫，咁咧就因為我環保嘅，咁我想即係帶出，如果譬如咧大家唔好好保護海洋咧，咁佢就會係即係好多垃圾啊同埋污糟咁樣。我啲畫咧呢張咧係畫橫鋼公路嘅。咁因為橫鋼公路咧，佢嗰個好多時會塌方嘅。咁啊，因為呢幅畫咧係舊年我哋有個台灣有個個展而創作嘅。咁呢幅畫咧就係我用另外一種紙嚟試下做嗰個肌理嘅，做咗出嚟覺得 OK。咁我就因為我有個朋友好想希望可以現代同埋比較傳統相碰撞，於是乎咧我就畫咗幾個殼，做一個系列，就係現代同埋傳統有個對話。咁啊，另外一個朋友更加得意嘅，佢係寫一首詩喺側邊，就表達咗呢幅畫。咁啊，呢度一個系列啦，咁啊都係山景嘅。咁咧我就好中意欣賞啲山啦，咁有時咧喺黃昏嘅時候咧，啲山嘅景色咧都好唔同嘅，所以咧都係用呢啲顏色咧去表達。咁啊又有海洋啦，又有草原啦，咁咧就將佢咧嚟到喺今次嘅展覽裏邊咧係表達出嚟。中意做一種咁嘅感覺嘅，咁呢兩張咧就係一對嘅，咁咧就係講對同埋錯嘅，咁個方法咧都係用呢個書法去做嘅，咁咧就我用咗白墨同埋黑墨，
咁亦都會有好多書法嘅字喺度嘅。咁咧就都係講好多問題啊，一啲字啊，一啲字形嘅。就係生氣入席街，飛鳥相與還。咁咧就係佢描述一個初冬嘅狀態。咁咧我用紫色啦嚟到去表達呢個意境嘅。咁喺傍晚嘅時候啦，嗰啲雀鳥啦都要歸巢啦。咁咧係表述一種咧團圓歸人嘅心態，就係公進時候呢個嘅陶淵明詩人啦，係首詩係來自陶淵明嘅。咁咧就嚟到去表述佢咧係一種咧個心態咧係好悠然自得啦，好想歸人，超脱呢一個現實。我是本次活動的主持人金喜兒。各位尊敬嘅嘉賓，各位親愛嘅朋友，午安！我係今次活動嘅主持司儀劉輝，歡迎大家蒞臨本次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新生態主題展覽的活動現場，很榮幸和各位相聚於此，共赴這場藝術盛宴。德國藝術家約瑟·波伊斯曾說：每個人都是藝術家。歡迎大家嚟臨今次嘅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新生態主題展覽，好榮幸可以同各位相聚喺呢度，共赴呢一場藝術嘅盛宴。德國藝術家約瑟·波伊斯曾經講過：每一個人都係藝術家。這句話恰恰道出藝術從來不是遙不可及的創作，而是源自於我們每個人內心的情感和生活經驗。呢句説話啱啱就講到，藝術從來唔係遙不可及嘅創作，而係源於我哋每一個人內心嘅情感同埋生活嘅經驗，讓藝術變成一場充滿驚喜嘅生成嘅對話。更加係最真摯嘅自我表達，讓藝術變成一場充滿驚喜的深層性對話，便是最真摯的自我內心情感表達。而在本次展覽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藝術正在打破邊界。而喺今次嘅展覽之中，我哋可以好清晰咁睇到，藝術正在打破邊界，融合傳統底蘊、水墨意境、前沿科技，更串聯起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城市之間的文化交流，融合咗傳統底蘊、水墨意境、前沿嘅科技，更串聯起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嘅文化交流。讓藝術從個體獨立創作走向多元協同共創，讓藝術從個體體驗創作走向多元協同嘅共創，綻放出開放、包容、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光彩，綻放出開放、包容、充滿無限可能嘅時代光彩。此時此刻，相信現場的朋友們已經和我一樣，對這場充滿新意的展覽滿懷期待了。而家相信現場嘅每一位朋友都已經好似我咁樣，對現場充滿新意嘅藝術展充滿期待啦。接下來為大家隆重介紹出席本次活動的主禮嘉賓，他們分別是。接落嚟，我哋為大家隆重介紹出席本次活動嘅主禮嘉賓，佢哋分別係兩岸青年書畫交流協會會長陳文新先生，兩岸青年書畫交流協會會長陳文新先生，歡迎你。香港東方書畫院院長梁君祿先生，歡迎。香港東方書畫院院長梁君祿先生，歡迎你。前香港中國美術會執行主席歐展昂先生，歡迎您。前香港中國美術會執行主席歐展昂先生，歡迎你。
香港著名畫家、藝術教育顧問陳偉邦先生，歡迎您。香港職業書畫家協會會長對唔住，香港著名畫家、藝術教育顧問陳偉邦先生，歡迎你。香港職業書畫家協會會長韓丹松先生，歡迎您。香港職業書畫家協會會長韓丹松先生，歡迎你。藝術家搖籃主席郭志利先生，歡迎您。藝術家搖籃主席郭志立先生，歡迎你。前任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會長及顧問何偉明先生，歡迎您。前任香港工業設計師協會會長及顧問何偉明先生，歡迎晒。書法老師姚德儀先生，歡迎您。書法老師姚德儀先生，歡迎你。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執委會主席曾成坤先生，歡迎您。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執委會主席曾成坤先生，歡迎你。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藝術東方畫院執行院長陸家先生，歡迎您。廣東省與港澳合作促進會藝術東方畫院執行院長陸家先生，歡迎你。澳門旅遊大學客座教授蔡文傑博士，歡迎您。澳門旅遊大學客座教授蔡文傑博士，歡迎你。粵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會長江玉婷女士，歡迎您。粵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協會會長江玉婷女士，歡迎你。粵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主席黃約翰先生，歡迎您。粵港澳大灣區水墨概念協會主席黃約翰先生，歡迎你。讓我們再次以最熱烈的掌聲感謝各位主禮嘉賓的蒞臨，我哋再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各位主禮嘉賓蒞臨，以及各位傾情創作的參展畫家，亦都衷心多謝各位傾情創作嘅參展畫家，同時也要歡迎今天到場支持本次展覽的每一位嘉賓，感謝你們的到來，與我們共同見證這場藝術盛會。同時都歡迎今日到場嘅每一位藝術家同業嘅同仁、媒體嘅朋友，同埋所有支持呢個展覽嘅嘉賓，多謝你哋嘅光臨，同我哋一齊見證呢一場藝術嘅盛會。各位嘉賓，藝術的交流不止於觀賞，更在於思想的碰撞。接下來是本次展覽的核心分享環節——系列藝術講座。4位深耕藝術領域的前輩與同仁將分別從創作實踐、投資收藏、理念創新與水墨傳承4個維度，為大家帶來滿滿的乾貨分享。讓我們共同深入探索藝術的多維價值。各位來賓，藝術嘅交流唔單止係觀賞，更在於思想嘅碰撞。接落嚟，我哋將進入本次展覽嘅核心分享環節。系列藝術講座由4位深耕藝術領域嘅前輩同埋同仁，將分別從創作實踐、投資收藏、理念創新同埋水墨傳承4個維度，為大家帶來乾貨滿滿嘅分享，讓我哋共同深入探索藝術嘅多維價值。首先，讓我們掌聲有請香港著名畫家、藝術教育顧問陳偉邦先生開講。首先，我哋歡迎陳偉邦先生，他將帶我們走進抽象藝術的世界，分享其創作歷程與中西繪畫融合的獨到見解。掌聲有請，掌聲有請陳先生將帶我哋進入抽。大家都一路上到嚟一聚啦，咁我覺得係好珍貴。咁亦都多謝江主席啦、柯定主席啦同埋阿莊啦。咁好俾到個機會我就天共人創呢一個機構去組成呢一個好唔容易嘅展覽嚟嘅，因為我見到呢度咧好多畫作啊，咁之前咧籌備等都用咗好多功夫嚟建立裝，呢啲都係後著嚟嘅，最前著咧最緊要你有咩追求先。如果你有追求，你有一啲覺得對現實有一啲東西
以前我哋講不滿啦，而家唔係不滿，而家係講係對現實上邊有啲覺得唔足夠。現實世界裏邊對你覺得有啲唔足夠嘅地方，你要用藝術、文學、哲學或者係電影去補足或者補給呢一個營養嘅話咧，你就叫做開始有追求。有一啲抽象畫嘅文法啦，其實我覺得任何嘢都有佢嘅語言同文法嘅。電影有佢嘅 language and grammar， 文學亦有你話係書法、繪畫、音樂都係有佢嘅 language and grammar。咁我嚟㗎，咁同阿何應基先生一齊影啦。當年我啲畫都咁大張㗎，咁就係喺阿 Center 5樓3張，我好記得。但係記住，我擺完之後係觀眾嘅評語啊，好唔知你做乜。我係對安好多唔係幾好嘅評語啊嚇，因為they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咁於是乎話，不如你講翻印象派先啦 ，Impressionism 啦，講下梵高點解啲畫咁值錢啦。咁我話憤怒啊，咁我話因為 rock and roll never dies 一樣啫，音樂係咪？點解 can't be rock and roll？ I can be angry。咁亦都呢一種 figurative 咧，我今日分咗類，又未必分時間嘅。我分類你易啲了解。如果我 chronological， 你叫我跳嚟跳去，你好辛苦喎。咁呢張就係我喺中大畢業，中文大學畢業嘅作品，就係八仙啦。咁係好綜合性嘅繪畫，裏邊亦都好多人睇到啦，話即係 Steven 都講啦，話喂有啲入體派喺度喎。基本我都係迷中拳㗎啦嚇，你都個派別。我到而家都64歲啦嚇，好多人都話我唔係幾似嘅，多謝大家先啦。咁咧就呢個東西喺好多人嚟講，我成日俾個譬喻嘅，好似捉象棋一樣，有初局、有中局、有殘局嘅捉棋。但係好多人會淨係識開頭嘅初局，開炮上去，中局就變化好多啦。其實所有嘅棋譜你有睇嘅，我細個乜都睇嘅。咩骨中秘啊，乜嘢棋譜咗圍棋我都睇。喺中間嘅時候咧，有咗全新嘅認識喎。藝術不只有客座教授蔡文傑博士，藝術咧唔單止係創作之美，更加有收藏之智喎。接落嚟咧，我哋掌聲有請澳門旅遊大學客座教授蔡文傑博士。他首先為我們做此次展覽的導言，然後為我們帶來專業的全球藝術投資與收藏報告，掌聲歡迎。佢首先咧係會為我哋做今次展覽嘅導言，然後咧就會為我哋帶來專業嘅全球藝術投資同埋收藏嘅報道，掌聲歡迎。各位嘉賓、各位先進、各位老師，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開心，接受我們的黃主席，還有我們江會長的委託，作為此次的策展人，我覺得，說實話，我有很多做不夠的地方，請多多指教。那另外一方面呢，我首先我用國語來講 ，OK 嗎？沒有問題吧？可以嗎？可以嗎？可以哈。那我就首先介紹一下我們這次展覽。那麼在介紹展覽之前呢，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然後將這個展覽我們串聯在一起，也希望說接下來在未來我們在香港看有沒有什麼樣一個可以合作，在港台以及在港澳台的部分有什麼可以合作的一些機會。好，台灣一直到香港。那麼也從這次非常有幸和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的這個水墨協會概念協會來合作，未來在8月我們有可能在台北的德尋畫廊我們有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在台北雙年獎有獲獎的一些作品，然後跟王文賢老師。好，那接下來我們會進一步的再推廣一些結合抽象的藝術家，就是霍干先生。因為我們覺得霍干先生在東方畫會的這樣的一個藝術的一個畫派裡頭，以李仲生老師的帶領下，他的作品在抒情抽象的基礎之上走向了幾何抽象。那麼這是實際上是整個藝術史上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脈動。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有機會
在以岭南画派这样一个派系，在台湾延伸出的这个东方画会里面的不同的艺术家。霍刚老师出生在南京，萧琴老师已经在美高美做过讲堂，他是澳门的美高美，他出生在这个上海。从萧琴还有从我们这个霍刚老师都走向了自己的抽象。那么我们也跟澳门，因为我现在也身处在澳门，在澳门的旅游大学任教，我们也跟澳门的文化局也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诸多的这些艺术家在市场上，他可能非常的走红，可是实际上他的艺术史地位并不是非常好。那很多的在艺术史非常有地位的艺术家，可是为什么在艺术市场上面都没有叫好，都没有叫座，对不对？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是今天的市场，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艺术的世界，当然我是非常爱艺术的如果从一个收藏艺术的角度和专注艺术家成功的角度，它是完全两个高度。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认为我接受巫红教授的观点。我们来看一看，回望一下亚洲在疫情时期他的作品的呈现。不得不要记住的2位很重要的艺术家，我这边今天就不讲齐白石，我想讲的是张大千和赵无极这2位艺术家。张大千和赵无极，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他张大千当年的艺术的成交的量和他成交的额度，可以说是在近3年来成交量是最高的。那么他有个 timing。那么这个 timing 能够给大湾区贡献什么？这实际上是我非常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从华人艺术的角度，我们要了解大湾区的生态。今天讲到一个现实是，从京东集团到这个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再到腾讯，多家的企业都在深圳建立美术馆。我们看到了广州美术馆，从白鹅潭，对不对？开到了广州的3美术馆，非常多，包括我们梁君度先生也非常支持我们在广州的文化公园，在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水墨大展。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未来的10年绝对是大湾区非常兴盛的10年，我有这样一个判断那么我也非常希望说能够为艺术家服务。那么这次的话呢，有机会在大湾区这样一个文化生态下，我们去共建新水墨的当代叙事，这是我们年轻一代人的使命，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是大湾区的一个位置。那说到我们的香港的整个的画派，其实最早就是从岭南画派开始的那岭南画派的高剑父先生曾经在澳门度过了10几年的时间，他把这个叫做春睡画院他建立一个留澳的一个中心。可以说我们知道岭南画派是折中派的一个折中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共创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脉络下，大的一个机遇下，我们怎么样把人这件事情做得好？因为我们只能解决是人的问题，对不对？天的事，它是会有它的一个天象，它的天脉的。那人，我觉得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在当代的每位艺术家他所处的一个区位的位置的一种方法。所以我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书写我们这次的展览的。有幸昨天我来勘察现场的时候，我看到了非常优秀的梁君度老师的这种大写意的作品，还有他给我们的一个晋词。那么也看到了黄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这种追光裂变的这种作品的系列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体会。还有江玉婷老师的作品都是非常的细致，都希望在新水墨的运动中去突破、去发展，对吧？請有請。我諗要普通話去翻譯，要普通話。你哋識唔識聽廣東話？我啲普通話唔係好靈光啊。咁我講廣東話，你哋聽唔聽啊？即係 OK 啦。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與生俱來咧都係有佢嘅天分嘅。問題咧就係話因為種種嘅因素，好多時候因為有啲老師要教傳承佢哋嘅理念咧，好多時咧就會用一種嘅方式係臨摹嘅方式。咁中國
中國繪畫啊，或者香港嘅某啲派別嘅繪畫，佢哋都係會教佢老師教佢嗰啲嘢，跟住佢又教佢個徒弟佢老師嗰啲嘢，咁變咗咧就呢一種咁嘅方式咧係好嘅，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好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就叫做承傳啦，但係呢種咧就好容易咧就係扼殺咗佢與生俱來嘅天分。咁我覺得咧就係話，我哋個會都係覺得得唔得？呢個得唔得？仲唔得喎？呢個。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嘅與生俱來嘅藝術嘅天分，佢嘅 DNA 嘅。有啲人咧係唔同嘅天分，例如佢係音樂啊、體育啊、文化、文學啊，個個都唔同嘅。咁咧就如果你係屬於乜嘢嘅天分，你自己有冇喺自己你個老師啊，或者你自己有揾唔揾到咧咁樣？我哋推崇係一種嘅方法咧，就係用一啲實驗性嘅水墨嘅實驗方法，或者係用一啲水彩嘅一啲實驗方法。咁呢種方法咧就包括拓印啊、水拓啊、潑墨啊、寫生啊咁樣。咁喺從而呢種咁嘅實驗嘅方法裏邊咧，你係會揾到你自己屬於自己嘅喜愛同埋天分。咁咧，正如頭先我哋睇到陳老師同阿方先生咧，佢自己見到乜嘢就會刺激到佢嘅裏邊嘅一種潛質出嚟。咁呢種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實踐嚟嘅。咁我哋咧就要經過，亦都係要經過一啲好似最近我同阿 Candy 同埋返學啊，同埋一個新同學，我哋教佢用一啲膠板嘅托，再加埋嗰啲書法嘅肌理咁樣，又做咗啲抽象嘅肌理出嚟。咁好似阿 Amy 嘅學生叫余華啊嘛，佢咁琴日第一日，咁我教佢用一種書法嘅卷號啊。卷號咧亦都係書法嘅其中一種，係有一個叫做一個清朝一個書法家佢用嗰個叫做曾咩直嗰個叫做大家邊個係書法家？大家講一講咁咧佢咧就用一種卷號啊、擦筆啊咁。咁我亦都教佢試下，你用一種唔同嘅方法嚟寫一種卷號、擦筆。咁見到一種好多好，佢唔係好識寫書法，但係佢一卷號咧，佢就出現咗一種肌理啊，同埋一種倉頡嘅感覺啦。咁有啲細路仔佢直頭唔識寫書法嘅，但係佢用呢種咁嘅技法咧，佢會出到一種好特別嘅肌理出嚟。咁再加埋一啲拓印啊，或者係唔同嘅一種拓印或者係水拓啊、膠板拓啊。咁會出到好特別嘅效果。咁但係呢種咧，我哋叫做一啲咧係人手做嘅，一啲係天俾你嘅一啲拓印。咁會出現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咁我呢種我亦都叫做一種叫天人共創嘅一種實驗嘅方法。我咁嘅裝束咧，就基本上可以你睇到我嘅作品係偏向邊方面嘅。我以前係搞抽象實驗性水墨。所以我正話聽到老師介紹嘅時候，我係好澎湃嘅。07年我係第一次搞個人畫展，喺廣東畫院美術館同埋喺我畫院嗰度搞嘅展覽。我嘅作品當時係純抽象、實驗性水墨，所以我喺今日睇到呢個展覽裏邊咧，我係好感慨嘅。好似有中西合璧、古今結合。都各有特色嘅，咁所以呢個咧讓我睇到我喺深圳40幾年推動文化事業嘅過程中間，尤其喺美術界方面，好有感觸。咁深圳咧而家喺經過幾十年嘅呢一個嘅過程中間，喺國內好多人都仲係講深圳係一個文化沙漠。
好凄涼。好早以前啲人講香港係文化沙漠，後嚟變咗深圳俾人講係文化沙漠，慢慢香港就唔係咁文化沙漠啦。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偏頗嘅，其實冇。我認為香港又或者係深圳或者係一個新興嘅城市，佢嘅文化發展佢係跟住呢一個城市嘅發展脈絡喺度發展而發展。我經歷過深圳呢幾十年，我亦都參與咗佢好多嘅文化建設，因此我覺得香港喺文化方面嘅呢個建設方面應該係好超前嘅。陸老師咧就太勁啦，一定要識佢。咁所以有一年佢啱啱去咗香港，咁所以你坐。我即刻捉住佢，我識咗佢之後咧，我就一班人去探佢嘅畫室嘅。金老師仲有啲嘢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啦，繼續交俾你先。歡迎張玉萍女士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謝謝你啊，因為現在時間也很早，我們輕鬆一點啊，今天都嚟玩，今日都嚟玩㗎啦，所以要輕鬆少少。咁啊，感謝咁多人咧，今日都到場嚟蒞臨我哋呢個畫展，更加好感謝咧個畫家啦，個畫家佢要付出嘅。咁我哋呢個組織咧，我都唔知嗰年㗎啦，我諗住就係咁輕鬆講下。咁我首先咧係仲要好多謝曾成坤先生啦，你要講幾句啊？咁好多謝呢個阿曾呢個陳文飾老師啦，佢光臨啦。咁你要講幾句係嘛？這樣服務退休30個人是為社會服務啊。我們過來講說，我們都是義工啊，義工為社團做事，為社團就是為我們社的會員服務，整個會的為社會服務。景嘅，咁啊今日呢個展覽咧。咁啊留低咗好大嘅空間俾大家去體驗啊，去感受。希望大家可以慢慢行、慢慢睇。喺呢個作品入邊咧，感受呢個藝術家嘅心入邊喺度諗乜嘢。因為現代嘅話，多數都係畫自己內心嘅世界嘅。咁我都希望咧，我哋香港嘅畫咧，可以帶到嚟十比亞灘，即係惠州呢邊咧，同呢邊嘅藝術家一齊。有個共作啦，咁啊希望俾我哋香港嘅水墨咧，俾呢個惠州啲人認識我哋啲畫畫。咁我今日咧就好多謝大家嘅蒞臨啦，同埋梁君道老師，呢個梁君道老師咧，佢哋文章寫得非常好啊。咁你係咪講幾句啊？呢個歐展樓老師咧。佢對呢個書譜咧，可以由頭落尾咁樣讀嘅，我非常之佩服佢。佢唔單止識寫，佢識讀識練，背出嚟都得嘅。咁仲有邊一位？崔博士咧？崔博士要唔要講兩句啊？崔博士佢係網紅嚟嘅，係。咁我就覺得我哋嘅繪畫怡情論養生唔係淨係我哋畫家獨享嘅一種福利。我哋應該將呢一種理念咧，就推廣去俾大眾市民，等佢哋都知道，喂，我就算唔識畫畫，但係如果我能夠學到睇點樣睇一幅畫，點樣欣賞一幅畫，然之後咧，我自己慢慢咧尋求一啲方法，上網又好，或者我都可以咁樣學，又或者喺畫入邊咧，都得到一種咧樂趣啊！咁呢個咧就係我喺呢個拍呢個 YouTube 嘅一個理念。好多，好犀利！追住呢兩位大師嚟學緊，畫多啲水墨畫。其實何老師咧係我師兄嚟嘅，書法咧就陣間佢會喺度表演，大家有機會抽獎到佢嘅作品。多謝。少年體育，中年就經商，晚年就書畫。係咁多啦，所以就希望大家指教我哋。梁君道老師。梁君道老師，我今日係
代表粵港澳合作促進會我係中科畫院，我係執行院長。我哋嘅院長係白明書記，係我哋梁君利生嘅同事啊。我就用呢個粵港合作促進會喺廣州文化高院就多次做呢個展覽，包括我哋呢個會咧都有喺廣州做過嗰個展覽咧，都係通過粵港澳合作促進會文化館會嚟做。仲有呢個表現熱誠穩重，態度誠懇，氣質優雅喎。賺咗，恭喜恭喜！多謝多謝，多謝多謝。你講啊，你講佢講咩㗎？要讚下呢啲人㗎，要埋啊你。感謝這個金喜兒小姐今做我們的司儀哈，她是這個千人共創第14回大灣區文化新生態展覽中擔任司儀，表現得非常的專業啊，妙語言出。妙語連珠，優雅得體，深獲讚賞。天人共創14回，天人共創，本次展覽剪彩。好吧，接下来，让我们倒数3个数，共同开启本次展览的全新篇章。开始倒计时，3、2、1，剪彩。好彩头。恭祝顺利启幕，有请嘉宾着力留念。可以来一点掌声，现场的朋友们。嘅禮儀小姐幫助我哋呢次剪彩，得到一個非常成功嘅剪彩儀式。好多謝韓丹松老師，佢韓丹松老師仲係咧自己銀荷包請佢嚟嘅，真係太多謝佢啦！多謝韓丹松老師。我哋參加呢一個開會呢個開幕儀式，你而家嚟到咁遲，應該要罰你講幾句啦。唔好意思，真係遲咗啊！不過遲到好過冇到啦。咁啊，有機會欣賞咁多老師嘅大作，係我嘅榮幸啦。好嘢，好嘢，好嘢，得㗎。咁多前輩啊，咁多老師，好榮幸可以參加大家呢個畫展，喺呢個剪彩儀式，多謝大家。我哋咧都係一個協會嘅，即係香港精緻書畫家協會。我希望咧可以同黃老師同呢大家嘅協會咧，我哋可以合作，一齊合作好呢個書畫嘅個市場嗰個藝術嘅空間。多謝大家。可以，可以，好。好啊，慎重要求。即係幾分啦嚇？幾分咧抽籤嘅。可以大家抽獎嘅喎。咁啊就係啦。咁啊請工作人員幫手喺度攞嘢。这个神的手，就是代表神的手，对。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要这个作者自己介绍，我们才有懂得这个理解。所以上面这一幅吗？你是说上面这一幅吗？啊，上面和下面都有啊，因为每一幅都有它的不同的意思。战争啊，就是好像以前加州那个火灾，是不是？就是有个这个画面，就是感觉很多灾难的时候，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好像这个羊，如果在神的手里面，神会保护我们，神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像这个羊一样，在那么危险灾难的环境，我们还是有那种平安，那种平静安稳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一。唔好洗啊！
Thank you。就是不好说不可惜。係正哈。老師要唔要水？唔使㗎啦，唔使啦。佢反為食入去仲好啊。哦。咁人，好人打生意喎。簽名，簽名，簽名，執筆簽名，簽名亦得，簽名亦得，簽名亦得。我要一件，點樣送㗎？抽獎喎，女仔先啦，抽獎啊！係。相機，唔係，抽獎都冇抽獎箱。啊？紙咧？抽獎嘅 number 咧？有抽獎箱，哇靚啊！哦，今晚食飯溝，簽名。愛情水物。得啦。好。好。呢個嚟。但係你灰龍鴿嗰度嘅啫，即係將鴿同灰龍分開咗先，跟住先再處理。因為咧，天人共樂，